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。以色列正一族来希伯伦见大逼，讲：阮是你的骨肉。较早扫罗做阮的王的时，带以色列去交战的是你。上主嘛捌甲你讲：你会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，嘛会做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希伯伦见大逼王，王就伫希伯伦，伫上主的面前甲因立约，因就用油抹大逼，设立伊做以色列的王。大逼坐位的时30岁，做王40年久。伊伫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，伫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甲犹大的王33年。王甲第一个人去到耶路撒冷，要攻击住伫遐的亚布斯人。亚布斯人对大逼讲：你无可能攻入来，阮连10名的卡歹都会当甲你拍败。因暗算大逼一定袂当攻入来。毋过大逼有公主錫安的堡垒，就是现在的大逼城。迄日大逼讲：人若要拍亚布斯人，就对引水的磅空上去拍大逼所怨恨遐个卡歹的10名的。所以有俗语讲：10名的卡歹的袂用得入去上帝的殿。大逼住伫堡垒，甲迄个所在号做大逼城。大逼对米罗往内面4围起城。大逼哪来哪强盛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甲伊同在。泰尼王希兰派使者带品香茶，甲做目师傅，拍借师傅去大逼遐，甲大逼去宫殿。大逼就知上主建立伊做以色列王，搁为着上主的子民以色列，互伊的国强盛。大逼离开希伯伦了后，带耶路撒冷的女子做嫔妃，搁生后生甲查某囝。伫耶路撒冷生的囝是沙摩亚、索巴、拿单、所罗门、约哈、伊利苏亚、尼斐、雅菲亚、伊利沙玛、伊利亚大甲伊利法列。非利士人听到大逼受抹油选入做以色列王，就全力上来追找大逼。大逼听到就落去堡垒。非利士人来遍满利法因山谷。大逼问上主讲：我检通进攻非利士人，你敢要将因交伫我的手？上主甲大逼讲：你去，我一定会将非利士人交伫你的手。大逼来到巴力比拉辛，伫遐甲非利士人拍败，讲：上主伫我的面前，甲我的对敌冲散，亲像大水甲堤岸冲破。因为安尼，迄个所在就叫做巴力比拉辛。非利士人逃走的时，甲因的偶像等伫遐。大逼甲第一个人甲遐个偶像捡去。非利士人搁来遍满利法因山谷。大逼问上主，上主讲：毋通正面进攻，着踅去因的后面，伫酸菜树林的头前，甲因攻击。你听到树尾有行军的声，就着赶紧进攻，因为迄时上主已经伫你的头前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。
大庇就照上主的命令去做，对加巴攻击非利士人，直到基色。